我们要立什么愿？对，我们要立愿。立愿就是我们今天立我们的志，立愿，把我们的怎样，我们的愿呢，把它怎样发扬，或者这个愿力起来，能够怎么样消我们的什么业力？那这个愿所做出来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消冤解业的什么功德哦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不是带愿而来，就是成愿而来哦。不是带业，就是成愿而来哦。那愿呢，如果你没有把它怎样了，你也回不了家乡，你也不要说我要回去了，不可能哦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辈子唯有功德才是我们人生所要怎样，所要建立的，让我们能够怎样真正能够卡大秋大，毫无遗憾，挥挥衣袖。然后什么不必相送，对不对？挥挥衣袖，然后不必相送，我自由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人啊，在这个身体是不自由的哦。这个人，我们的灵性在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自由的哦。会感冒不？会破病不？会巴肚痛不？会头壳痛不？会啥物拢会会有心情歹不？会但是唯有你那个真性情，那一点力脉，你好好的修，它自由自在，真的是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了，不痛不痒，都不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怎么样一郁足哦，它是非常清净，非常的样，真的讲自在不碍哦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想，那我要怎么样去行功立？